我係特登想揸咪嘅時候咧，歲月如歌呢4隻字係俾大家睇到嘅。時間最多發現新星宿，空間繼續建構。其實造星時候嘅我咧，我就真係比較唔識表達自己嘅。我有少少好似擁咗自己落個火坑度咁樣嘅。我以前細個嘅一啲經歷啦，咁我讀女校，我嗰陣時肥妹仔嚟嘅，咁就俾人欺凌過，咁我就變咗好驚咯，好多嘢都好驚咯。你知造星佢90幾個女仔係好誇張噶嘛，即係返學嘅時候20零30個女仔已經好恐怖噶啦，對我嚟講。咁90幾個，咁就逼自己去面對呢一個問題咯。人生第一次喊到我自己睇唔到路係嗰次咯。難道我痴心也配得上幸福的後禮？像雪消失於發圍，每一次描述着傷勢，那過往化作話題，誰話是堆砌？怎麼可講得到全部山勢？為何從此純真的你出了軌？造星完咗，咁我仲仍然要去揾工做去 support 自己啦。咁我返 cafe，咁我嗰間 cafe 咧有張好大塊嘅畫啦，喺門口寫住歲月如歌咁樣。嗰次我第一次 interview 嘅就係嗰次，跟住我就棟咗喺個門口度望住嗰4隻字咯。哇！即刻入咗骨啊！嗰4隻字。我係特登想揸咪嘅時候咧，歲月如歌呢4隻字係俾大家睇到嘅。我覺得要有咁多樣嘢嘅經歷堆砌埋一齊，先有嗰個膽量同勇氣去停低，去俾自己呼吸，然後去諗點樣將我第一首歌《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》，將我咁耐以嚟嘅感受同埋我想有嘅共鳴感放晒出嚟咯。所以呢4隻字好緊要。以前發生過咁多件事，如果假設我真係 miss 咗其中一個 puzzle， 現在我比你優秀嘅呢一句歌詞，我覺得都唔成立。First priority 係唱俾以前嘅自己，第二個 priority 啊，就係我以前 bully 過嘅人又好啦，或者係咩嘅對手都好啦。因為我諗翻起，如果我而家嘅我啦，同我以前嘅我咧，我真係都可以講話係180度反轉咗。時間最多發現新星宿，空間繼續建構。